嗱，今次老闆咧就吩咐我要介紹點樣沖貓屎咖啡。首先自我介紹啦，我係常少，係嫦娥個妹。想知我屋企姐係邊個？睇翻上一集後爺射日就知咧。即刻教你沖貓屎咖啡。首先梗係需要煲滾水咯，準備好過濾網啊，掛喺啡杯上面啦，加上10g咖啡粉，等水滾，加150ml 水，沿住過濾網打圈慢慢沖，等完成過濾就飲得啦。至於糖及奶就個人喜好落唔落。最後想講下啦，水同咖啡配搭份量係個人喜好，可以隨意改變，最緊要自己口味。呢個就係我家姐嫦娥，我個名就俾家姐改得好。常少，你哋係咪都係咁樣覺得呢？多謝大家觀賞，有幫襯就上網站買啦。